有冇諗過籃球場嘅燈光影響緊使用者嘅安全同體驗？你係咪覺得球場嘅燈光太暗，影響使用率？電費開支越嚟越貴，燈具成日話要維修。今日為你介紹 MeLight 籃球場射燈解決方案。MeLight 籃球場射燈有3大核心優勢。第一，大幅節省營運成本。LED 射燈比傳統燈具慳50%至70%電費，燈具壽命超過5萬個鐘，大幅減少更換同維修次數。以標準球場為例，每年可以慳返幾萬蚊電費開支。第二，提升使用安全同滿意度。均勻嘅照明令球員清楚睇到場地每個角落，減少受傷風險。無眩光設計保護眼睛，提升運動體驗。良好嘅照明環境能夠吸引更多使用者，提高場地使用率。第三，適應各種環境需求。MeLight 籃球場射燈達到 IP65 或者 IP66防護等級，防水防塵，啱晒香港潮濕多雨嘅氣候。無論室內室外都可以長期穩定運作。MeLight 一站式服務，我哋提供免費現場勘測，由專業團隊評估你場地嘅需求，設計最啱嘅照明方案。所有產品符合 CE 認證同國際安全標準。安裝工程由持牌電工負責，確保符合香港電力法規。由產品選型、系統設計到安裝維護，MeLight 為你提供全程專業支援。擁有超過300款 LED 產品，仲可以根據特殊需求度身訂造方案。籃球場照明升級係提升場地質素嘅關鍵。立即聯絡 MeLight 精緻照明，等我哋嘅專業團隊為你評估場地嘅需求，度身訂造最合適你嘅照明方案。